患有旋轉肌肌腱撕裂嘅你，當你嘅膊頭活動幅度正常翻，而都做咗啲基本嘅力量訓練，係咪就想即刻打翻波去做高強度運動呢？如果係嘅話，你好大機會會再次整親。喺做劇烈運動之前，記得完成以下嘅穩定性訓練啦。第一個運動，我哋會將個運動球壓喺牆上邊，過程中我哋保持我哋橫骨頭喺中間點，我哋可以順時針亦都可以逆時針咁打圈，目的係刺激我哋旋轉肌，箍實我哋嘅橫骨頭。當我哋掌握咗上個運動嘅時候，我哋就要學習喺一個過頭嘅位置穩定我哋嘅膊頭。我哋可以用一個運動球，身體微微向前傾。當運動球接觸到牆身嘅時候，我哋就收緊膊頭肌肉，防止過度外旋我哋嘅膊頭。當掌握咗呢兩個運動之後，我哋可以增加運動嘅強度。我哋喺半跪嘅姿勢撳實部書波，然之後做啲震動嘅動作。當我哋掌握咗半跪姿勢，我哋甚至可以用 plank 嘅姿勢去做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。如果想了解多啲有關物理治療資訊，記得 follow 我哋嘅 IG、Facebook 同 YouTube 啦。拜拜。